朝早起身，第一件事就係睇 WhatsApp，嗰刻冇覆我。積極嘅諗法係冇覆即係未拒絕啦，消極嘅諗法係冇覆即係唔應承啦。我係積極定消極？當我發現我嘅諗法都影響唔到個客嘅決定，我就決定唔諗咯。去到公司，老細話剩底最後1個月要衝反到全年目標呀。我心諗衝，攞全年係咁衝無停過，係啲客放軟手腳咋喎。老細係咪應該激勵下啲客，而唔係保險中介人呢？下晝約個 referral 飲咖啡，佢話我一直 keep fit，身體好健康，應該都唔使點買保險。我笑住話 body 你控制到，但係意外控制唔到啦姑，買份意外加住院現金，萬一有事，瞓響醫院等醫好嘅日子，日日有 cash 收，抵返份糧都好㗎。佢話有道理喎，只要滿足多我一個條件，我即刻買。咩條件呢？我問。只要保證有靚女護士照顧我，即買。我一聽見，粒聲唔出，即刻執嘢走。做咩呀？你唔係想簽成張單咩？佢問。你個要求超出咗我能力範圍，我賣保險咋，唔係阿拉丁。條友即刻話講笑，拉住我坐返底，仲立即簽咗張單。我諗我要加大我份藝質，見多幾個呢啲客，隨時激到血管閉塞。夜晚返到屋企，碌下 Facebook， 見到有 friend post， 今日買咗保險，安心。我心諗唔係同我買，激心。